我是在地新闻，在地人在地情，继续要来讲乌面腊杯。目前全世界大约有7000多只，其中有超过一半，将近4000只，会伫每一年的10月到过当年的3月，飞来咱台湾过冬。台南的台江国家公园管理处举办着活动，今年就以乌面腊杯来做主题，要甲大家做伙守护生态，推动友善的环境。 台南7个共和国小囡仔穿乌面腊杯服装，以古水活泼的舞蹈庆祝今年台江乌面腊杯季活动。逐冬的10月到明年3月是乌面腊杯来台湾过冬的季节。今年年初，全球的鸟钓黑皮的数量呢已经是7083只，那光我们台江地区有2403只。 根据统计，全球目前有7000多只乌面腊杯，敢若咱台湾就有超过一半以上的乌面腊杯来过冬。伫咧各地方的拍拼，台江地区努力保护环境，嘛，互来台湾过冬的鸟仔愈来愈多。今年头一只乌面腊杯伫9月底就来台江去互人发现，台江国家公园管理处嘛会继续来推广生态友善的环境。 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